Hello，大家好，我是洪哥啊。伴随着传统银行的破产呢，加密市场呢终于再次迎来一波上涨，比特币呢也再次从这个$2000的大关呢冲上了$28,000，一路高歌。而以太坊呢更是再创1年以来的新高呀，市场的情绪开始趋于缓和，就如这春天的太阳呢给予人温暖。但洪哥呢依然要说的是，春天来了，但是呢寒冬并不一定结束了。可能呢，新的一轮行情呢就要开起来，或许新的一轮下跌行情正在酝酿。很多人说呀，硅谷瑞信中的银行都已经破产了，不正是大量资金进入加密市场避险的时候吗？逻辑是这样，但怎么样的避险，可能就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事情了。而比特币呢，却不一定是最好的避险工具，毕竟呢，一个新鲜的数字产物和已经形成了上百年的意识形态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如果呢，一旦市场上的钱找到了新的避险方式，那么接下来是避险呢，还是套现避险？这两个呢，需要打一个大大的引号。但是传统金融的不稳定性呢，将会引发区块链领域的一个快速的创新，加速未来银行道呢有可能会替代传统银行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话呢，会大大的提高银行的透明度。那由过去的中心化传统的一个统筹，转换成未来全面监管、全面监督，实现银行和储户之间的一个公平性、利益共鸣体。也就是说，未来的银行将进入一个扁平化的时代，而不会像现在一样一直牢牢的把控在这个金融链的一个顶端或这个食物链的顶端和用户呢实现共享红利呢，有可能会成为银行未来存在或生存的一个必要性。当然了，这个呢只是个人的观点，而近期的 USDC 事件呢，也将会引发这个市场对稳定币的一个再度思考啊。我们过去呢说的稳定币现在呢已经变得不稳定了，允许的稳定币的市场将会发生转变这个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那空头呢一直是大家呢所喜欢的，RRB 的空将会在23号呢开启这个空头连续方式，不知道大家呢有多少人报货呢？可以在评论区打出3个9，让红棍再和你呢一起庆祝一下。包括呢很快上线的币安的 Space ID 的播放，多多关注一下。当然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呢参与了没参与的可以在评论区打出一个3个1。那最后呢，科尔中本聪呢将会在20号开启第2轮的空头呀，还没领取的呢可能要抓紧时间的。如果说这次你还没有抓住的，可能最后一次就是在5月份了。那5月份没有，还是没有抓住，那可能就要跟这个中本聪说拜拜了那最后呢，到了最后爆炸性的消息呢，是我们都知道的徐工集团的这个 BAYC 无量元呢进行了一个合作可以说是合作它呢已经把这个BAYC 呢作为其元宇宙的一个大使了这个代号呢是多少？好像是38多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没有惊到你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新的一轮行情可能要开启了可能要开启了。但是呢，这里呢只能是可能是预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当然了，预测呢不一定准确，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如果说我们有盈利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兑换一些本金出来好了，还没有关注红哥的呢，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